前好跳舞，童阿先生啊，我都按翻译啊。嘿，国标舞那种，新十四日本人喺舞攀啊，用用下。真嘅真嘅。跟胡萝卜講七大步，七大步，要七大步。要較高級一些些嘅，要較高級一些些。誒，呢啲我都嘛嘅排舞啦，排舞係嘛？咩唔咩？咩唔係哦？可以跳啦。芭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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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神父運來運去，我愛聽定歌戲。我就想拍個 MV，你知道女主角是誰嗎？誰 ？Emily。平常我們都讓芭比換衣服，我們反過來，芭比讓幫肯尼換衣服。哎呦，哦，對，然後應該找羅哥去演肯尼啊。如果還再拍一個的話，我邀請羅哥，然後女主角請你好。我不要。鬧熱倒你退，鬧熱降下來。大家好，馬逢古啊！阿志娜，大家好。也都係呢流行歌曲組嘅波比正八歲，也嚟介紹下 V 面咋嚇。一冠嘅李彥峰，你說加油還是對冠？請教啊，請教。目前當一冠哈，其實真的哦，這個非常辛苦啊，當辛苦哈。咩參加一屆咧？之前比了比上上下下，你阿姨摸咗的就連續坐下去，好冇？哈，加油！好，希望哈。那今日係咩嘢新嘅參賽朋友？新嘅朋友嚟，歡迎。訪問嚟咧哈。哎呀，比賽之前嘅介紹下啲評審先生。好，歡迎葉家兆先生、齊思飛先生。姚少奇先生、黃丕樹先生，好嘞，好，今日進行今日比賽哈，有請 TV 參賽朋友，歡迎來自新竹市簡彥峰帶來相思苦悶從田，來談我啦。哎呀，簡彥峰啊，彥峰小姐，哦，唐嘅是客家話嘛？
我听不懂客家话哦，对不不是起，客家人，你是客家人，你河洛人，我们的河洛人，所以你简燕凤，简啊，台语怎么讲？就歹听，就把干咩？干燕红，干燕红为什么？对呀，因为有人会把后面那个字取掉啊，就不好听，就取第一个字。干燕。对，所以每人问我都讲国语，简燕凤这样。你很好，截断他想要歪楼的部分。没有，这是佩服啦，很佩服你。哎，那因为你没客家人，你愿意来尝试我们客家的歌。对呀，对。而且我是教英文，英文教英文 ，teacher， 对 ，teacher 见。那因为10年看起来不像教英文的。是，我是教什么的？你看起来就像那个啊。好像在教人家做美发美，因为来的是今天被 settle 有 settle 了哦，所以你是英文老师，对，在教现在还在授课吗？国中还是高中？哎，都有。我现在是从国小、国中，还有高中，还有社会大学。哇，就是大学没有教过而已。是哦，对。哦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对啊，没有佩服英文老师哎。为什么想要学我们客家歌？因为10年前我参加北部一个傅建超的，他有一个歌唱团体，那他们举办歌唱比赛。那个负责人的话他是客家人。那我们都是比国台语，但是到结束的时候，他自己有上台演唱一首《熊石苦门宠天》，他就唱这首歌，我觉得旋律很好听。比国台语的还好听，真的，就是刚刚演唱的。所以我就是，然后这次因为我有参加客家班的那个新传师他们教客家歌嘛哈，那就是因为我们就好几个同学就去海选，然后我就拱被选上了。我唱那个就流行歌曲《阿妹给新凤》给新凤那首歌，然后被选上。对。那你现在会唱的客家歌有多屌？有多少首客家歌？客家妹啊，还有天公落水啊，还有林森的十指路那首歌。林森十指路，对。老师，你讲话很像外国人讲。林森的十指路。林森的十指路。因为我要用罗马拼音这样子，不然我真的。好可爱。那是的，你要好是一年轻力会，我觉得要这样有学习的心，真的。然后有一个很可怕，就是我问，因为我有教长青学院的学生哈，他们很多都是客家人，然后我每次问3个人就有3种读音，所以我常常那个注音都要一直改来改去。就 very confused。对，这个就是我要学习的地方。所以你平常就是唱国语歌、华语歌、华语歌跟河洛语歌、英文歌、还有日文歌。日文歌。你真有语言天分。不是，因为我喜欢唱歌啦，喜欢学习，主要是喜欢学习。喜欢学习。对。哇，这个学习的精神，学无止境，真的学无止境。这真的欢迎多学习客家。谢谢，请你们多指教。没。来，冲的嘉修老师。燕凤，欢迎你来参加。我也叫燕凤，谢谢。燕凤在这里。燕凤。燕凤。果然是来势汹汹。你不用，我们的感觉，尤其是我个人的感觉，一直觉得他一来，燕凤又危险了这样。还好他会的歌不多了哈，但是他可以继续努力呀。实在讲，他整个的歌曲听起来，他刚刚没说，还听不出来他不是客家人，因为他咬字真的很清楚。真的呀？对，而且他整个的发音，而且主要他是因为有做拼音的动作。其实很多歌手比赛唱歌的时候没有做拼音这个动作，常常会发生一些问题。不过他今天有一点小地方小问题，我跟你就研究一下哈。谢谢。比如说见景伤情这个地方，见景伤情呀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本来就是发音很密，所以他在这里的拍子就是因为字多没有分配得很好，所以2次见景伤情那个拍子都有一点点慢了一点点，因为复杂度比较高，所以我是希望说你可以继续在这方面再加油一点，尤其给其他参赛的朋友或者电视机前面想参赛的朋友，给他们做个示范。谢谢。你不用客家歌，老实讲，重点就在咬字。我咬字做得干净
很漂亮的话，跟歌曲连在一起，你就会发现客家歌真的很美，就有韵味。对，它比其他的歌曲听起来都更多的这种转折啊，然后技术啊，那听起来的感觉会不一样。又像他完全不会客家话，但是他可以唱的那么好，那么有感情。我觉得我个人希望你可以留下来，然后多练一些歌曲。好，谢谢老师，好，加油加油！谢谢，寄予厚望，寄予厚望。哎呦，那有机会啊，来看一下你个分数。看一下电烟风嘅分数。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对，还不错，这个分数是可以留下来的分数。谢谢，感谢。只是看后面那个分数，如果比你高，你就对啊，因为毕竟大家都有一点经历了，尽力就好。谢谢，谢谢安之 C， 什么安之 C？ 他真的不像英文老师，不然英文老师应该长怎样？那吃都有凶哎，有啊，有凶还各种跟那个英文老师的样子，有像，对。哦，可能头发了，把它吹的有点像那个妈妈桑那种感觉，也有可能。平常会这种打扮吗？不会哈。你平常头发是怎么样？可是我头发是会去给他 set， 因为我面对都是社会人士，他们很多都是，甚至有校长，还有局长、教育局长，我的学生都会来跟你学习。对，所以我都不能马虎就对了。所以平常也是都吹这样。对，除非是下雨淋到就不发抖。落汤鸡的时候不发抖。好了，好来，沙下来。沙落去顾球亭带来自由。来弹个啦。一生一趟爱国家，愿有父子，万能天宫的神，爱是你苏杭的自由。热天南风，你表从前呢，爱爱强松边，
上，请问先生，两位主持人好，批判先生好，好糖呢，你唱条歌诶，有喜欢的歌诶，样诶，样吧，知道吗？安排谁的嘛？哦，有痴心呐，排泄，排哎呀，泄，有好好练习啦吼，口气对啊，给表情给表达。可能也心情也当好啦，又接出去了。老妈妈老罗梅强啊，是该南投啊哈，该五界啊，五界，哎，五界。五界该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，但是是该高度好，海拔有700多以。哦，那还好，没有很高啊。哎，没动过，但是该蠕动莫行一定要有接驳车。哦，有接驳车啊，还可以给他土啊都是该河床啊哈，该接驳车也有人坐哎，该河床哈，该死叉哈，死洞架他都会故意安。哦，河床里面都有水吗？有。哦，还有水，还有河水哦。哦，没动浸啦，就是大概在膝盖下一点。这个都有技术洞吼，死洞架底下一边压松，反正翻来翻去啊。法连推动，原住民我最牛去个深山度哈，真的哦，啊走个呢，就伫个安尼沙石路上啊呢，哦真的哦，就河床上面，产业道路啊有，河床上面，嘿啊，就是挑4洞脚的呢，不能。真的哦，迄本观光客去搞的哟。哎呀，所以一种刺激呀。哦，我们是搞沟呢。关于做去搞。来都意思东西，听听。但是讲坐落去查，我唔会听懂。不会啦，那有可能9人座我不能坐吗？就做我一个不行吗？奇怪。动得音讲啊。动得音讲，那个还是要。但是你的技术很好，没变。哦，真的，可能会变哦，我都跟飞，其实越刺激。我是觉得没有必要，不要去尝试这种危险的事物，真的。干嘛要去寻求这种刺激呢？啊，有的人就是喜欢这种啊，就像玩给海盗船、压攻大怒神这种。好恐怖哦！你看，要没办法搞。就好像那个秀姑峦溪一样啊，泛舟，那个泛舟也是好恐怖。哦，你有搞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不敢。真的要敢？胆小。哦，你又不是都喜欢河边吗？我连云霄飞车都不敢坐了。哦，真的哦。哎呦，动得音讲哈。哎呀，来，冲特来，当欣赏贡品。好，请师弟欣赏。好来。好，秋婷姐姐，你今天唱得很好呢。弹起来真嘅就像在弹古诗咁嘅哈。藝術國會咪先到以後當實考人嘅上線，嚇一擺呢，其實我家頭前彈嘅彩排時間啦，還有點怕的。怕你應付不好哈，不過入國嘅時候啊，就開始從之後，我可能慢慢的鋪陳，慢慢的鋪陳，然後留下歌詞地方上來嘅畫面嘅部分，好，慢慢的你就用人嘅唱法來睇通本藝也到，我知道係一種當感動嘅感覺啦，好，就聽到像你講故事樣嘅，喺講嘅原話嘅是一本建議嘅話，哈，可能呢啲睇嘅部分唔講唔怕嘅時節啦。可能沒控制後，所以呢，我會覺得放得太大了，一下子沒有辦法收。因為呀，按你鋪陳方式啦，Misa 要說歌曲啊，你一下做得太極端的那種大小聲，其實也不行。所以他要半收放的唱法，所以在這裡面的控制你全部控制到以後，唔過給比。哎，這個還是要講一下，就是你的 help 用團的部分哈，這個部分是比較殺傷力最重的地方哈，因為你唱錯段落。哦，你唱錯歌詞。好，不過我並沒有扣你太多分，哈，因為你抓住了一個重點，即使失誤了，你沒有慌張，好，亞個部分我覺得你守住了你應該守住的部分，所以，因為亞團的部分呢，因為你沒唱唔出，單槍唱唔出歌詞，你整個發揮的點，你是整個段落是跑掉了，好，你可能唔記得你準備結束了，好，很可惜，不過。對我來講啦，我基本分數，我上來打時間其實已經很高了，非常高了。不過就因為按呢，我又必須幫你扣了一點。不過對我來講，我知道至少你沒有做到，你沒有慌張這件事情，是一個作為你歌手本身哈應該要做到的事情。亞個部分呢，
我有帮你守住了啦，好，那其他的老师就要看看他们了，好，还是谁？马上推给其他老师。好可惜哦，哇！你自己提吗？提哦，哎呀，那个太投入，太投入了哦。对，老师们耳朵很利啊。对啊，老师动强。好吧，还是要看一下分数了哈，看一下顾秋婷的分数。来，哎呦，还行，心目性上。哇，看遐不用哎，那个是跟模样问题的发音而已，啥个2.5分，应该94分，应该没问题哦。真的，他这首歌真的唱得很有味道，大爽。啊，好吧，下一次背熟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还不一定啦。哎呀，加油！好了，先回做休息。好嘞，3号的亚比，好嘞，是林志燕带来客家本色。对，等我啦。你爱眼梦很马嘅，小爱去环岛。你愿望这么小？人生本来因为我想要就是没有看过整个台湾，想要就是对，你就跟着我们巡逻车走就好了。可以啊，对啊，就全台湾就跑遍啊。对啊。过台湾模板点钱，3忙大兵江山耕田，老兵错自己10年，不是蔓延。世世代代就安尼轻欠存高，用300年莫改变。进步，社会改变，是非善恶充满阴天，奉献是天下佳人，守护心田，震震动动做一个良善的人，就像演个老祖先。江山耕田，老兵错自己10年，不是蔓延。震震动动做一个良善的人，就像演个老祖先。主持人好，大家最高啊，哎呀，志燕泰国好，你好，好，你之前有讲过一个工厂师嘛，哎呀，做那一方面的就会控制阀，控制的阀门呢，就全部快艇啊就要修理，俺台湾人，俺单位要修理啦，俺就会负责，那个负责过一山的啦，改善，如果是我就从设计，然后那个去询价，然后去跟厂商联络，然后后来再，然后就发包，采订购才发包，然后最后到监工都是我们一手包办这样子。按用自家就会开公司嘞嘛？
没有，替公司存钱。那个工程师好像周段都前端后端都要处理。所以很多工程师都爆肝过劳。对啊，过劳，就是属于你看他瘦到这样子。哦，很有型啊，吃的。1000。哦，都还好啦，还好。所以你还唔算退休的啊？冇，还在上班。还有在做。哦，所以说7年。我已经做7年了。唔係，還有7年。還有7年退休。哦，很做。真爽啊！还好，对啊，哎呀，还好上啊，还好上，还好，可以懂了。唔，就是工作之余冲的会客家歌就安尼。工作之余娱乐，来，冲提来唐先生贡品来，请你给蛤蟆老师。资源太高哈，那个我讲下家巴唐的事啦。唐的事，好，我感觉人家个上吼。赏仙吼有特别个人风格，其实那个记忆点很好，就是辨识度懂够。从这个礼拜我有唐冲的比赛的歌曲的时候，我有发现有压力有比较大一点。啊，根本一吼，我有感觉你是不是这个看到别人这个有类似，就被前面那一位带到了啦。好，给他冲唔冲他歌词有在用机冇冲唔冲嘛哈。泰国，你那个后面第2段，你整段唱错了，啊，段落错了，你段落错了嘞，你段落错了，而且你调过来又调过去了，你司机全部唔错哎。震震动动做原谅山给你，就像演给罗祖先。所以那部分那是很大的一个失误了哈。那神功就是你唱歌的那部分哈。就是有压力比较大，然后听一点之后，你那个频率拉太高了，就你个麦克风拿很高，丢有嘛，你没有放松，所以有懂得会是那种不是满烟呐，好像用烟啊，莫沃泰啦，像这种尾音哈，在我们耳机里面都是破音的，然后不准哈，不准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撑不住的时候，它会声音会掉下来又起来，掉下来又起来。所以这为什么会有这种原因哈？要做第一个有压力嘛，第二个你那个麦克风频率拉太高了，第3点哈你要注意哦，回去看就莫安啾啾，你这个不能耸肩，因为你耸肩频率就往上拉了，你那记到提防就是特别注意到，那我感觉你的声线真的是不错，而且辨识度非常高，你讲你讲这个声源呐。声音的缘分哦，你辨识度很好，我像罗哥，就像齐大姐，这个你那个声音辨识度很好了哈，只要修正我们的尾音哈，你的分数马上就可以升很高。好，阿姆哥他给不易，没办法给你太高的分数，就是我因为你会比衰啦，你那个段落上面落差真的是有点大，好。那也希望就有机会留下来。尬斯公真的因为唱错歌词的部分哦，没有办法留下来。我希望就是说，隔几期哈，你再继续回来我们这个节目，我相信可以更进步。哎，好吗？给你一个鼓励，谢谢。杨子生，难怪你刚很厉害，你段落好像唱错了哦。对啊，我知道有唱调腔行 M D 迄调试的用诶。对啊，我是听不出来。好，看我来看分数就很好听啊，好，来看一下分数来。看一下林志燕嘅分数。还是有工程师，也冇办法呀，这个果子冲唔出个最大机会。哦，好，安子 C。张够了了唔怕，对啊，张够了，随时敞开大门欢迎。看你什么时候觉得啊工作很烦了，不想做了，来唱歌。就来找罗时丰聊天。好，安子 C。安子 C，可以哈。谢谢。好啦，接着下来这个明日之星。明日之星，罗之星带来烟梦。来，躺啦。明天。
真心，能不爱力量发给彼手。佳姐好。哎呦，好。眼盲，目嘅很多眼盲呢。你愛眼盲係乜嘅？去環島，買機車環島。買機車環島。對。哦。你願望這麼小？那真的。因為想要，就是沒有看過整個台灣，想要就是到對。你就跟着我們巡邏車走就好了。可以啊。對啊，就全台灣就跑遍遍啦。對啊。很累呢。說的哦。很辛苦呢。然後另外一個願望就是就是希望家人身體可以平安，然後就是跟自己有希望有時間可以回去幫忙。幫忙幹嘛？賣柿餅。哦，賣柿餅。哦。所以你現在是在逃避嘛？哦。不是的。你是因為假日都要來比賽，所以沒空嗎？不是，是因為就是原本要讀大學，然後後面就是因為經濟問題，所以沒有讀了。哦。對對對。助學貸款也不能讀嗎？就是因為有在考量那個後面要還學貸的事情。他寧願不存錢去讀書。你知道你買一台機車，你可以念1學年呢。利用在 Hockey 的嗎？他知道，我知道。但他的願望還是騎車。年輕人真的想法好奇特。還是以玩為優先呢，充實自己比較重要哦。環島那個慢慢玩嘛。環島，你一輩子隨時都可以。你也可以租摩托車去環島。對呀。周末還買一台。對呀。哦。OK。事情有先後順序。是嘛？哦。對呀，好不好？幹嘛不是他？我好長輩哦！我的天哪。我們碎碎念。老人家就是這樣。橡皮鼠欣賞。知心你好哈。哎，你在禮拜嘅環島有下好嗎？你講過2禮拜哦，2禮拜。感冒好了沒？還 OK， 還 OK。就是感覺今天聽你唱那個鼻音好像沒有上次那麼嚴重。對，這首歌你從一來哈，你感覺還係就是甜甜嘅感覺，然後覺得你有稍微用功一點，就是你有做一個鋪陳，你的主歌副歌有拉起來。咁個我感覺下打慫嘅體風係。到第2次副歌的時候，其實那個時候整個樂隊是很空。其實你要好好把握那2句，你知道嗎？可是就是我覺得你有點害怕，因為後面一空了，結果你也變得很虛。其實那一段那個時候是可以好好把那個行歌侃侃 KK 給愛情夢，好好的把這一句用有點講話。然後在很那個沒有什麼樂器的聲音之下，你有那個口氣出來，這2句會很漂亮，對。不過我感覺今個你表現還不錯，對，至少有看到你很另外的一面，對。繼續加油。好，按住謝謝。來，看一下幾個分數。看一下羅子晴嘅分數。93分哦！哎呦，那九里最高呢？嘿，哎呦，明日之星厲害哦！對，其實很不好意思。會害怕？周馬該？為什麼？周馬會給按摩刺青？因為怕破音。
怕对啊。破音哦。破音哦。哦。破音就破啊。不用怕，我也常破音啊。谁不破音？对啊。不鼓励破音啦，不过我们是讲啦，我练习啦，嘿。感觉氛围要对，更大歌的感觉要做出来，对，好吧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哦！好，OK， 好，你可以啦。撒下来，撒下来，李彦峰带来喊，哎呦，好，来弹过来。主干玉潭解释音，情缘貌似唔拉行，跳架泡茶，再度一时甜，公公加班米饱满。日夜失望，人生成长，无主无暗，无眠时间，温暖异常，手来打拼，三更半夜有马好行。有马好行，愈若叫爱本印象，迷心着愈我提求，是含大夫感染飞速，夜半睡默默，黑天满边，飘呀黑天，喊你给出佛兰咿呀的。没什么能听，上座嘅面，上座嘅面，人人讲不起。梦座嘅面，梦座嘅面，上叫唔好听。爱座嘅面，爱座嘅面，将啊全变形。爱座嘅面。爱做假面，怎啊唔充言？爱在trong im lặng nhung gì đông lời khi đem hông đem y bi bông có y bi thiên công做过发条给一米。多谢。哦，靠糖脸他多哎，一条歌曲，对对，这首歌欣赏很专心，很适合唱那个超慢跑那种感觉。我刚刚差点要当起主持人来了，一步，他很重，而且难得有一首歌可以让我们贝斯老师可以这样展现。弹到脚都在啊，弹到脚都翘起来了。你也在搞对，老师很喜欢哦。眼睛怪好，眼睛怪好，对，很棒，很好弹。因为呢 ，VK 先生嘅新专辑我到木馬嘛，其實係表演嘅時候有熟悉到 VK 先生。嗰時候佢嘅木馬嘅巡迴的第一場在圓山。就是在王大宏書軒有一堂啊，因為木馬嘅詞呢，就會講，就是在天色還沒暗，將要暗之前，然後還沒暗的，還有臨暗嘅時間。嗰時嗰時啊，在那個演出的時候呢，個 VK 現場就先個6點半，嗰時候超高時間原本冇開始，佢就講，因為他要等那個天色暗下來，當木馬嘅時間，然後開始來唱歌。以大地為舞台，超，嗰時候這麼計較，就差了大概5分鐘吧，但是那感覺很。嗰時候 VK 先生應該都很欣賞的一個音樂創作人，真的優秀，超。嗰時候選了這張專輯，我最喜歡一首歌，玩到喊那你還有喜歡什麼樂團或者什麼之類的？很多哎。哦，然後講到我的那個滅火器，對我很喜歡滅火器。滅火器，你會喜歡滅火器？錯啊，我高中你很文青哎，你居然喜歡那麼 rock 的滅火器，他的歌詞很文青啊。哦，是他的歌詞很絕情啊。哦，絕情。嗰時候有個兄妹，佢嗰陣係高中1年級嘅時候，去覺醒音樂季。
哦，你去表演吗？我去看，其实 wake up， 你知道我还穿雨鞋，你知道为什么穿？因为那个时候下大雨，然后因为那是奶梯，它是港坪，没有，它是草地，但太多人被踩成泥巴地。哦，过后每个人都穿那个雨鞋，然后那来走，我想要站第一排，过后来过走过去，他就看到灭火器在那边买热狗，然后我就过去跟他们拍照，就赶快过去蹭。他们会不会以为你就是工作人员？没有啦，不会啦，不会，就是穿雨鞋。穿雨鞋对，我手上还拿着一袋衣服这样。哦，所以你的欣赏的团体灭火器，所以五月天你不欣赏？哦，也欣赏。干嘛要这样？都行。干嘛挖洞跳？喜欢 A 不能喜欢 B 哦，全部都喜欢。500乐团也懂喜欢。500一定要喜欢的啊。好啊。不会啦，不会底，全部都。还有自己唐青豆某用形态的对，吸收了哈。对。好，那从台那边欣赏。抢嘉修老师。燕峰啊，给不一条树果，真的，我觉得唱起来可能是因为你喜欢这个歌，这个作者的关系哦。因为咪西冲到清后哈，整个的感觉，尤其刚刚跟食材跟音，他今天有实音的哈。对啊，听到那个低频出来了，对啊，所以你给就要低频抹冲出来，从头按抹冲出来，轻大送啊。不过有一点点。因为廖树国他的其实从贝斯整个的结构你听起来，他一个节奏感很清楚。有一个地方我只嫌你一个地方啊，就是给日式这个地方就嘎日式演嘛，然后跟后面再到一些添这个地方，一些这个地方的拍子你没有唱好，因为跟着那个整个的贝斯的那个，你要回去再想一下，你没有你的整个声的律动到。嘎西演那个地方，你把它唱在正拍，然后后面那一戏就整个混掉了，就把那个整个音乐节奏到那里突然就断掉，然后在后面跟上去。你要说金大颂，因为你按感觉是，你要说给我整个听起来它是很流畅，虽然它的字有的时候在不同的位置出现，你要清醒的一种唱法，就是俺感觉讲你会欣赏这个伟杰的歌的原因，可能也因为他的整个的音乐组合很新鲜，然后很坚持他某一些，比如说他想表达的东西，就不像平常的作者会觉得说，字要很工整的排列，对他来讲不是，他是照他的 feeling 这样去走。不过有一点，他照这个 feeling 走的时候，他在那个节奏上面在做变化，所以你好，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你要进一步再加强，除了共鸣之外。在节奏的方面，来跟我说，你回去再去研究，因为你现在已经坐到那个位置上了，所以我的要求可能就比较高了哈。我会希望你做到更好的部分，就是像这一类节奏很新的东西，你要你要更了解它这些新的节奏怎么去组织的。这种小地方，虽然我现在挑的是有点吹毛求疵了哈，但是音乐整个的进行过程当中，你去把它打断，这个对歌手来讲这是不对的。你要把这个小地方都把它练熟的话，你就发现，整首歌，如果你能够很流畅的把它本来的味道都唱出来的话，你坐在那个位置上面才会心安理得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什么欣赏？好，先有请两下亲口分。子行。总算轮到你了哈。欢迎提啊。对。看本书之前跟志远大哥，志远大哥，100张来了哦。他100有几再过来冲了啊！好，这里哈。好嘞，来看一下。好，看一下李彦峰的分数。他应该没有抽烟，因为他的禁烟是不是？中间有中天啊！今年过2號啊！我就今年啊！看一下李彦峰的分数。是西服呢，恭喜彦峰哦！再出 V 面，连续 V 面2禮拜，恭喜彦峰。错 V 面再報 V 啦，恭喜彦峰。加到傳統組。報 V。
正八岁，两岸边免炸，黑脸说7礼拜嘅归南机，哦，7礼拜了，7礼拜。7關了，就還有3關啊！哦，有3關啊！希望做順利的過關哈。應該冇問題哦，有信心哦，有信心。好，今日禮拜還有一啲新的朋友來挑戰啦哈！啊，在比賽之前呢，介紹下的評審先生。好，歡迎魏新炯先生、劉英先生、夏啟貴先生、曾銘祖先生。好，先生介紹的，馬上嚟進行級別比賽。新嘅朋友，有請 TV 哈。TV 類似新主新部劉敬言帶來3個字。彈款啊！有太过好，哎，对对对，他说他应该没有抽烟，因为他的禁烟是不是？有中听，有中听啊！哦，今年哥你好啊！哦，我主持人好。哎，你好，今年要想到了那节目参加比赛啊哈？係啊，我從細就喺客家莊出世啦。哎，我從細當戲班唱嘅歌，唱嚟唱成歌。哦，喺廣播公司嘅唱喺廣播咪當到要唱嘅歌仔是唱成歌，我唱到去崇尚。廣播嘅歌仔戲哦，像雜茶戲一樣係嘛？係啊，呢度是冇客家電視台，冇電視台我看啊，就行收音機啊，收音機是會播放嘅歌仔戲啊，係啊，從細耳濡目染啦，有喜歡彈客家山歌，就自家唱咧，跟你從細有印唱到呀下安尼冇？冇啦，個耳度是彈嚟唱的，以前那有唱。跟也開始唱啊，因為退休以後當開始學啊，你係嘛？係啦。哦。係安尼意思係啊。係啊。天拜來啊。天拜。哦，天拜來嚟比賽係啊。以前唔是看過喏。唔是看過啊。以前有來過比賽冇？日本冇來過，要個光子所以去拜。哦。有啊。有去參加過係啊？我對冇印象。去拜啊？比賽嗎？係啊。去比賽哦，有哦。冇印象哦。哦，可能一下就轉了。對啊。哦，存在感太低了。哦，那有可能啊。哦。冇印象。因為太多了嘛，20年了。啊，今日也有翻譯嘛？啊？有翻譯嘛？有啦，唱歌冇翻譯，因為都有唱歌啊。對。即係翻譯真會唱歌啊。真的。按樣就唱嘞。心情翻譯，身體就健康啊。對啊。好，歡迎來哈。唱出來，請魏新炯先生。好。那位。那是新竹的劉敬任先生哈。是哦。看伊他在那訪問，喺度講話的哈，
你相信你这非常落实淳朴的这我哋农家人，我可以讲天啦哈，又从小就是从山歌嘛哈。今日唐伊俩唱咧山歌词啊。请问你有山歌班学山歌吗？还是自家人跟唱？有学山歌班。有啊。自家唱。规条唱起来哈。是很顺，平平顺顺。但是有唐英讲，多少有你背哈，所以讲难怪，该对咧节目方面有多少莫讲动文的嗰種嘅情形之下啦吼。很尤其係講，從呢啲年齡呢啲唱兩起啊，因為你全部唱頭先帶，後尾得幾調過去咧。誒，這個聲係冇讀解戲嘅時候，我哋是唔是講？像我哋開8、7件那些，我哋冇開到100件戲。每條呢，最好冇調起來，因為韓星嗰啲年紀大一些，上有咩當好些，你調起來對幾條山歌嘅結構裏頭哈，唐兒是冇講當嘅，係咪有機會些多多加油啦嚇？你一點都過節。好，謝謝。好，來看下分數。看一下劉建仁嘅分數。90.5分，有啦分數。看做得留下來嘛，哈。係啊，先要看一下。你先坐一下，哈，先坐一下，哈。是問你睇過。好來，撒下來。撒落係鍾明雄帶來羅山歌。彈過啦。跳落山，千千代呢，没了。跟起啊，愛乖乖呢。心走了，世界啦，爱呀爱呢。85歲，厲害做得暗唱嘅啫，係厲害呢，係啊！唱好唱滿呢，係嘛？是啊，唔但唱唱歌係咪打鼓哦？哦，打鼓嗬，打鼓有啊，上禮拜嘅蔡啟國先生講啊，叫頭擺一開始嘅時就是天氣學一擺，學一步嘅，學一步嘅，後來就自家來研究，自家研究，自家學一班嘅啊，哦，所以啊，打到當厲害啊！冇當厲害啦，連唐瑤出嚟啦。以後我們鼓手老師沒來代班咯。哦，聽得都跑嘅都好嘅。其實講真，佢咪唱嘅羅山歌，只有彌陀當好。係啊，知道特別係羅山歌吼，有啲會總比來唱，韻味特別好。韻味特別好。正經嘅，希望先生。嚟。
嘿，就然后其实罗山沟啊，大家会谈起个原米啦。他罗山沟日本上降嘅因吼，从起来个原看起来就会用慢讲声音，不过呢就经验啦，系就人生嘅咧经验嘅，像咧阿爸用从起来吼，个谈起来就莫强容，他们唱的是人生的味道，不光係用版嘅歌詞吼，本記得為從山歌嘅聲音唱過之後，我哋會知道啊，我哋去上降庭，記得係唱到下好聽，係，所以今尾嘅羅山歌吼，其實咪話幫你唱嘅山歌就其實咧我。對我本人寫談你從山歌吼，多了一下，你係山歌嘅上啊，當然因為年歲嘅關係，因為你嘅咧聲帶強弱未會老嘛吼，所以而家係冇法度嘅事情啊。不過呢，做得本意建議就係吼，比如講你運氣。因為本人嘅羅山歌，大家就知吼，你上來玩就玩，所以你玩戲嘅時節，從樂隊聽你啊，你係經驗認同為啲講，你玩戲唔是玩到眼鏡，好，提一句日頭落山，入邊你玩戲其實頭我算忙0.1秒呢，你就眼面就喊咗死，所以變成簽帶啊，吼，嗰隻帶。那音就跌下來咧。日頭落山，簽帶呢？個音準就冇按降。好，所以你玩戲嘅時節，做得慢慢玩，好，因為你看你嘅聽耳機和個提示機，你看上都看到動靜啊，好，因為你玩戲嘅時節，該兩機你就慢慢唱，所以彈起來該潤咪就下降的，好，所以提示機下大聲係了咗為數，和個第三機吼，你係我哋講去了強嘅音嘅，你係相信為下冇做嘅為數就係壓樣吼，你要轉一隻音，彈起來變成染樣吼，你當然啦，你講從嘢些有染樣冇染樣，唔過彈起來就專音嘅啲韻味，冇見到按降，冇按聲音彈，因為你本來轉到好好啊，四面拗到動靜啊，你就加一隻，我啲彈起來就怪怪，咁樣先，係你係我嘅看法，好，是冇呢？好，不要計較了哈，多轉。台體衝得清好啦，係，跟韻味特別好，哦，真係清好。分數當好嚟看一下，看一下總面向嘅分數。92.5分吧，對92.5分，哎呦，算不差吧？不差，真的應該留下來冇問題。冇問題啦，阿勇吧？係啊，歡喜嘛，歡喜嘛，歡喜哈，身體要顧好來啊，係啊，按住先，先這一邊，然後好，行好，聽聽來，慢慢來。真係認到㗎，唔怕，天天都來。醫生面前看到佢，哦，家嘅精神係好嘅，係好嗬。經過醫生驗過後，係。哎呀，還算清好啊，晴天啊，八十五歲了呢，係冇。係去氣汗重。係，氣汗清久了。好啦，沙啦。沙落去1天9帶來平白。彈緊啦。要菜有爭啊！以前好跳舞，童亞先生啊，我都很文藝啊，國標舞那種，新14本來那舞拍那種，運動下，正經。拖羅巴講其他舞，要較高級一些些的，要較高級一些些。呢啲運動嘛，排舞啦，排舞係冇。咩唔係哦，看佢跳啦。有阿娘是。
嘿，狗子哈。係啊，看到其實手頭上面一老慣樣係。佢大概演出嘅時間就會有些緊張，看到人哋用啥行出來就會啊。有可能太花蓮的關係，花蓮裡面當到原住民朋友，哎呀，這本來就很樂天，很好笑，還沒受到他們感染。沒有呢，沒有，離原住民很遠呢。哦，真的哦，比較少跟原住民接觸。哦，真的。哎，唔係青島嗎？青色。青色係我等佢種下客家種下多，客家人下多。結案嘛，結案係從客家人，從客家人係啊。唔今日朋友我講，哎呀，今日手頭上面嘅歌都已經擺住，青樂館嗰種，下落線啊，下落線啊，有青樂啊。這片真係好山好水，對啊。心情防疫身體上會欠嘛，係嘛？啊不，你冇同人講嘛？我冇人講啊，要我呀，我朋友講，唱看人樣唱冇笑冇呢樣，笑嘅時間冇看到啊。哦咩戲啦？哦，你要笑乜嘅事情？冇啊，他爸有乜嘅事情，像以前啊50人世㗎嚇，個舌頭都行。咳到頭咳唔爽嘅，冇啊70歲咧，哎呦，真係哦，70歲咧，腫包落去變50人歲啊！舌頭痛，叫巴腫嘛，舌頭痛到咳到腿唔得啦。真係哦，係退化關係嘛？啊，先生迄本先生檢查是講退化啦，啊唔過個中醫咩去看，啊西醫咩看都嘛個退化性關節炎，啊就那醫有醫，唔好人講那好，安尼就去那醫啊，啊該慘嘅就哦那個心情就這樣，60歲腳都唔會行誒，係啊，人生有乜嘅意義安尼啊？總有安尼嘅，哦，所以心情較低落，對，就較低落，對。唔過你也親好啊，也親好，你啊我就經過有一個朋友介紹我個推拿師啊，就去俾推拿，全身推拿，就慢慢就好誒，就好。哦，這電影發連呀？對，我發連。哎呦，厲害哦！對，哇，都未慢慢對，慢慢做一家，安尼靠一家，好保養啊樣。對，就兩腳都唔會痛誒，腳都唔會痛。沒有可能這樣是到更年期。更年期會起來，就是可能心情就會受影響。心情影響到，沒有可能，沒有可能。就好點都。第二類唱歌心情好就好。心情好也好就好嘞。對呀。莫想按到。唱兩位先生按歡喜，起過先生。什麼先生？好，啲有時候叫佢帶嚟一個平板。其實哦，你才按同大家交談嘅時間，手頭上面了。但是做唱歌嘅時間，要多少一些咧，要較緊張啲喎。其實唔是緊張啊，我感覺你2禮拜內，日生加好加清楚，好加清楚。啊，講有人有呢也做嚟就係清靜，比冇嘛個講太極點。但是呢，自家心情咁樣，表較開心啲就喎。唱山歌人自然就會唱來好。哦，將佢哋平板嚟講，個有限時間唱山歌，3日冇唱千上數。對啊，對影響啊，多去同你唱，一個自然佢會唱來順啊。其實我有感覺講，人家歌唱冇乜問題，但是人嘅語言哦，做嚟效果比較軟一些咧，唔是加個鹽剛剛起啦，較軟鹽的喂，可能人語言按做嚟，按語言做嚟講法，冇啲人分數喺度話客家歌，好繼續加油嚇！好，先生，來，歡迎下一篇劇嘅分數。好嘞。款咯，天橋之咩嘅冠軍咧，哦，叫做師款咧，係咪嘅要幾種樣嘅哦？係啊，阿啲來咯，你之前有炒過啊？有啊，對啊，記得炒200。係啊，好，3關，花蓮之光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！繼續保持，好，做消息哈。OK，好嘞，殺啦！係順風主打來落山歌，彈過啦。船处处，
我每行里那。中呢，木上香那，为你出世。啊，你按拍啊，你抽唔抽字啊？好啊，冇啊，你用敷衍嘅用，呢種希望咪拉咯。哦，落山狗嘛。即係越衝越鹹皮啊。係啊。可能冷啦。冷會做到按夾。冷會讓。就總比用泰國用的是。好，下次。要聽給我記啊，外套做。對啊，穿長袖一樣。係冇哦。我涼汗都走嘅係啊。誒，你應該陽棚正經有些寒。有較冷地位啦，係啦。我是清涼郎。哦，佢做下小地位啊，對啊，裡面可以穿發熱衣，One Boy，還有那個發熱棉片 ，One Boy，他不會讓佢，會影響，會影響。我影響到。你帶那你帶用冇？帶新布，新布家都用冇。家都用冇。對對對。哦，你多大歲呢？我兩個啊，兩個，一男的還是女？一男一女。哎呦，剛好一個好字，好字，好字，對。啊，以前會帶他們上來台北親戚有萬華那個有親戚啦，又俾我買東西，跟他佢兩個小學嘛，同時2-3天咧，買一盤肉，跟唔啲我用買唔啲啦，佢哋找到辦法啦，兩個生意冇唔記得一盤肉放到個架子上泡茶咪有個架子，下茶唔記得拿到，我用個是呢，跟下茶時，我本未想到馬上有車就接咪去，我都特別去台站嘛，台站佢茶冇按價食飯啦，見你去我去，我是見你兩聲用酒，就是趕上了趕上拿下了，後菜冇俾人拿走，嘟茶然冇走啦，現你下上去嚟講有冇銀行？可是不用本件事都你是買過係啊，唔是很執着，是像個牛親後生牛，融為下，對啦，融為下營養啊，對啦，它貴啦，要發揮客家人的勤儉耐勞的精神，是講對你腳茶，很抽破茶一腳破茶，係啊，挺危險的，抽破茶腳破茶，沒有過夜台，所以腳係啊，3年就上去啊，幾好哋茶，清甜，清主嘅生意冇唔記得咗，唔會嚟呢，聽講要記得，但係做生意就唔記得，好啦，從實嚟唱民族先生，好嚟。好，風燭小子呢？哈，你頭前編到動態上，順的做得唱，但是每一節的時間呢，你嘅音是唔拉的，你是會卡音。卡音呢，是唱係你下講法樣，我吞口水，你是會卡音嘛。所以你一聽呢，順的來唱，標本幾按慢慢的來。按樣會講啦，樣唔會講跳起起喲，是會有個沙聲出來，韓國最尾為人處事啊，愛謙虛呐，愛標記慢慢的出來，做唔得，愛謙虛了，每一節是沙聲嘞，是你兩點，其他要冇講要剔脱多。
歌词又唱到安江，所以呢，还是有机会再国加油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先生，慢慢留下来了哈。应该冇问题哦。来看一下两个分数，来看一下沈凤竹嘅分数。12点分，冇问题。恭喜，再留下来哈，可以做消息哈。可以哈。好来，撒下来。撒来，嘿，你嘅 B 面罩用桂兰带来3个字。来，等下啦哈。里面嘅桂兰子，里面含奖的身材又波子大。哦，系啊，20年前的散夫，真的啊，真的，你还跳舞的散夫吧，像国标嗰种感觉。嘿，以前好跳舞，童雅先生呐。哦。嘿，我去舞堂跳舞了。哦，真的啊。哎呦，真嘅呢。我都按翻译啊。嘿，国标舞那种。对啊。现在不能去舞攀那种，就用下来。真嘅，真嘅。好多话讲七大步。七大步。跳七大步。那你跳较嗰種嘅吼，哦，比較社交舞嗰種啊，係嘛？要較高級一些些嘅，要較高級一些些。呢啲我都嘛嘅排舞啦，排舞係嘛？咩唔咩？咩唔係哦？可以跳啦。這樣嘅啦，探戈，係嘛？挖肚子，對，我們都跳那種，跳傳統嘅啦。還可以親演啊，有那種距離。我按fin腿回来，我比较想看桂兰姐跳，你一直示范。对啊，厉害哦。对。好啦，冲出来哈，抢人你嘅微信上。咱桂兰是一出口啊哈，是有个擂台主错人那个架势。哎呦，相当亮，闹事各方面也当清楚。当然啦，你能够做对的就有你条件。我感觉他呢，本人多少建议哈。我像我讲，唱歌唔是讲只有你一个想哦，各行变出来。电视台的麦克风收音都非常好。让扮演10年3个，能够柔软的软流畅。因为你唱歌，一只字这个后背冇个音。来建议讲，你要有那个词尾音，你要是唱下来，会不会带到软的上来？用几条山歌是有波浪性，有喜有乐，各代人各方面当分明。因为是这个，
对你唱歌喊摆新机会，很有帮助了，互相都谈多啦。好，什么先生？什么先生？安子先生，对啊，来看一下安尼分数哈，但是要看之前的听九字，就是师傅的听九字，看下来看分数。好，可以哈，目前7关了哈。哦，今天歌管是8关，来。冇错，看一下容桂良嘅分數。爸比爸比，三副vận來運氣，我愛聽聽歌戲。你知道女主角是誰嗎？對 ，Emily。平常我們都讓芭比換衣服，我們反過來。哎呦，對，然後應該找羅哥去整一個。如果哈，再拍一個的話，我邀請羅哥，然後女主角請你好。我不要。看一下容桂良嘅分數。96分啊！哎呀，對，恭喜桂良姐！我搶起抽上避免在報名之前啊，今年歌拍攝哈，安子生啊，看100有幾筆再過來唱啦哈，好，安子生，看100來了啊，安子生啊，永久有請你個桂良姐，連勝8關嘅避免，恭喜桂良姐！老年音樂會耶，所以要動動重要哈。先本佢看，本大家看一下。哦，但係做唔得動到呐。冇啊，天天不用下來啊，本大家期待一下。今日嘅來賓啊，真係非常嘅重量級。非常重量級。也是我們的好朋友。總算等到了。對，他在我們安尼，不管佢啲各行各業來講哦，尤其演藝事業上，不管佢做任何事情。都是全力以赴。崔總專業，佢全部都做得清楚。廣播、主持、唱歌，係嘛？對，乜嘢都懂厲害。乜嘢都懂厲害。啊，經過咁多年總算，放棄嘅新嘅每一個專輯咧。係，你去年唔係咁發歌嘅。嚇，冇記得單曲嘅。單曲。嚇，去年單曲你喺專輯咧，貴重嘅專輯出嚟。推佢歡喜啊，係啊，啊，顯得彈佢好好唱歌，唱歌真係。非常的好聽，真的，按到頭擺都一下就比吼，一下真的唱到比以前好100倍。按到，真的哈，你頭擺票價唔點用啊？我唱歌真的好，然後好嘅現場嘅唱歌，但好好的放滿起來，啊，來分享一位齊澤偉先生。總係會跌落泥土，飄下飄嘅風向無天，烏雲總係會化作煙雨，我啱過去，看到光明，風花總係會褪色凋零，像個碰呢。經過露水，人心總係會本然看清，一面鏡的兩樣心情走得真心。等看一出世界，看看一切就會重生，看看一切，點從心後面的。用下一切就會重生，用下一切，用下一切。總係會跌落泥土，
做演绎。我很高興，我很高興，看到光明。我很高興，我很高興，看到光明。我很高興，我很高興，看到光明。等看一出世界，看看一切就會重生，看看一切，看看一切，感觸心跳秒的，放下一切就會重生，放下一切，放下一切，等看一出世界。看看一切就會重生，看看一切，看看一切，等看一出世界，看看一切就會重生，看看一切，看看一切，感觸心跳秒的，放下一切就會重生，放下一切。哎呦，大家好，幸福比上班就有唱我唔來啊！對啊，係寫啦，係寫。他咁樣對當數師誒，來做乜嘅資格講講啊？因為我發行係全新嘅專輯，很多人工誒，譬如啊，朴樹啊，吉吉啊，哎呀，係咩現場啊？現場尖叫聲！幾多年咧？幾多年？距離正規的專輯哦，同班同學之後，正經濕數歌曲24年，同我係要煩嘅，嘅一個單曲，全部都係單曲，全部單曲，全部單曲，可能係全部單曲。用演啊，用演全部單曲，係全部單曲。Superman 呢度全部單曲。Superman 冇，算有。禮拜全部攏當好彈嘅歌曲，包括 Superman 啦，也係講大家用演冇，因為當 TP 嘅 V 係冇變咗了 V，因為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，因為佢嗰種係有反義又有行義，我覺得他就讓他在那個位置。禮拜有本大家2023年全新的，全新的，創作嘅專輯係嘛？創作嘅專輯，這個要好到誰，你知道嗎？好到參賽者啊！參賽者，我喺上網當咗參賽者，當然嚟講，我學藝地寶都會講，我說歡迎，通通拿來唱。對啊，係啊，你看人嗰兩條，Superman 同佢容顏。你還蠻講咗叫咧？咩啦？因為那年正經係自己不卡，因為我出道就是羅大哥，我一直保持這個心情，就是羅大哥給他物業暗勾，我覺得。打着羅大哥的名號，我覺得我不能夠搞砸。故手其實真的把我看得蠻重。沒有，真的，我一直看得很重。所以那個小兔他就搞砸了。沒有，他也很好，他也很好，因為我知道名聲出來用，就讓大家從名定用，大家心中都有一隻名嘅。人家名很多，羅時豐，人家名吉娜，徐哲偉。大家有大家嘅名嘅，有陣時可能因為成發，可能因為當到嘅事情，唔記得自己心中嘅有名嘅點，所以我有陣時會唔記得自己，真嘅，所以我就希望用這張專輯喚醒很多自己內在的自己，也讓大家知道說真正會唱歌的，哲偉。對，我對他比較抱歉。又來，不要講這個。真的，我覺得很遺憾。那我問你就好了，剛剛那首歌有沒有讓你看到不一樣的我？有，完全不一樣，很新穎誒。係啊，對啊。衝強咩冇強用咩？因為我同大家講呢張專輯啊，中華人講到人工嘅，當神奇哦，你看到人。你客家話人工的三張是啱起來，是一個意思，就是玩偶娃娃。你嗰一下反應的時間就是人公仔，很妙吧？你把人跟公仔拆下來，就是我這張專輯的概念。我啲下人的人形，我底部有當到公仔嘅歌曲啊，譬如講 Superman，
譬如说我写的丘比特的眼泪，譬如说我写芭比，还有懂可能是意象中，譬如说不是人的东西，不是人的东西，比如讲梳妆台啊，各种意象的东西。我这种人要懂像，你人同样人工诶，有像是你要记得一家操控自己，还是别人在操控你？你迄两种转型，你按多年来。爱想爱自己的心情，那么希望当人看到爱24年来，当3芒大标，真的，看到目标的东西。然后这张专辑很特别，现在世界的潮流音乐叫做 trendy pop，trendy 的意思就是潮流，然后风格。那希望你客家转型，底部都要沟口，底部都有往世界潮流或是流行的方向走。我们把那个。很内心的东西，譬如说阿婆啦、朋友啦、vodka，我们把它做成再流行一点，往世界的方向走。不是讲编曲啊、给流全部会懂。因为音乐是不分语言，超对嘛。不过就是讲真的，20年了，就更看得人个呢。个努力的发展、变化的。古时候讲第一种转型，一天要热闹，一天要奔大家看子，希望奔罗大哥啊、吉娜看到，特别罗大哥啦。拢讲其实什么一代入来了位，其实按多年了，一直当努力。我讲到一样我讲带唔落来，但是对唔较排斥是讲，当初喺无法国嘅话，基本偏人法国嘅话。可能要行下好，唔會，知道唔會。係啊，而咪做藝看到啊，係啊。奇才羅哥，你是奇才。某一天往別的方向走，也沒有今天我可以做這張專輯啊。青南宮啊。對啊，還覺得很棒。對了，人都要往正面的方向想。正經來講，正經就是很開心。帶來10首歌曲的新歌，新的轉型，是，然後自己的小孩誕生一樣，很開心哦。真嘅，然後我而且你這個是。你這個照片跟本人很像哎，真的哈。對啊，嚇我一跳。你就懂秋他沒有修圖修很大。沒有。羅哥的照片有時候就像韋禮安這樣，看不出來。那種胸片面我比較少讓大家看到的意象，比如說講設計啊或這種，他覺得我那麼努力那麼多年，他覺得我這整個過程像梵谷的名畫，可以做很多的改變。比較抽象一點。廖叔歌曲還有潮流動的感覺。對，流動的感覺，然後。希望大家聽到歌曲，盡量學，盡量推薦俾大家。明年呢首歌曲動貼片咯，係啲發行嘅單曲先發行，發行聽音樂就被那個中華民國癌友協會的台灣各個分部跟總會，他們拿去當成手語的影片，我嚇到。真的㗎？我唔知呢，我朋友講，你的歌為什麼有手語 MV？ 我說什麼意思？他就傳過來。之後給一張煙，我有很多的能量，因為廖叔歌曲鼓勵到懂得當時的一些癌友。就他們也沒有告知你，然後就直接拿去。他們沒有告訴你，沒有告訴我。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，那這種不然國外你要流傳，就是要讓多人一點去傳唱。TPH，你看到全台灣這麼多。癌友協會，你也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客家人，他會因為我的客家歌做成手語來鼓勵，受到鼓舞了，對，要鼓勵那些癌友，就說哇，這首歌帶了很特別的能量，我很感動，我也沒有去對於這件事情，譬如說他們來告知怎麼樣，我覺得沒有關係，之後再簽一份行李，利用歌曲來鼓勵給到在低潮或者是生病的人，我覺得這首歌有很特別的能量，就好像找到明燈一樣，真嘅啦，真的很棒，光明燈。我用一支手比就好。我就是很謝謝這些學會，或是協會，或者是有一些公益團體，你唐到廖叔歌曲，你要用，盡量拿去用。對，你就拿去用。搶用，原創作人同意就走。然後你要 cover，你要翻唱，你就盡量拿去唱。對，沒懂笑，歌才會紅啊。傳播出去。我也好想聽羅哥唱這《明燈》。羅哥哦。我好好回去學一學，羅哥可以嗎？這邊有機會，好。我覺得你另外一首我會更想。哪一個？那個你講這的時鐘台下嘅條，有當有感情。什麼？羅哥有認真彈呢。有啦，雖然幫到杜王水木嘅。水木啦，走出房門的時候去廁所就唱了一句。我只是閉目養神，但是我是好好義工有大虧聆聽也嘅後堂嘅歌曲。好，但是第二擺轉型絕對都有當到某種風格的歌曲啦。接下來是我挑戰的歌，復古電子舞曲。哎呦，
复古，所以是复古不了，他们黑圈底，对，黑圈底是完全的潮流哦，真的哈。因为那首歌曲当贴片咯，唔顶係發行嘅天樣就爽嘅。芭比哦 ，Barbie 哦，真的 Barbie， 後來我的票房還很好呢 ，MV 的點擊率也特別高。嗰兩時嘟嘟好嘟嘟，其實我哋首歌曲是啊當久嘅，係發年。嗰兩時嘟嘟好嘟嘟當到嘅Me Too 嘅事件，我哋下一個我在寫女性自主主義，還有寫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樣子，你可以是肯尼，你也可以是芭比，我就是芭比。哦好，特啥都做得，特啥都有這個樣嘅，兩首歌曲一成堂喎。好啊，先嚟唱兩條歌。來，芭比。唱一條歌啊，都芭比啦。莫讲芭比没发脾气，看你想做的彬彬有礼，点点的想做一家天天。我来好啥本人注意，我来好啥本人注意。莫讲芭比没发脾气，看你想做的彬彬有礼，点点的想做一家天天。我来好啥本人注意，我来好啥本人注意，给的屁是太嘅問題，講出來冇乜嘅意義。莫講芭比只係芭比，看你只能我愛你，給的屁是太嘅問題，講出來冇乜嘅意義。莫講芭比只係芭比，看你只能我愛你。芭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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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副玩來玩去，冇愛天天過去。芭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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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為小路創造起，空得到加歡喜，不用的 carry， 不用的 carry 而已。馬家長還是黑你，因為給是有你。Bye bye Kenny， Bye bye Kenny baby， 馬家長還是黑你，因為給是有你。莫講芭比沒發脾氣。看你想做的彬彬有禮，點點的想做一家天天。我來好啥本人注意，我來好啥本人注意。個屁是太嘅問題，講出來冇乜嘅意義。莫講芭比只能係芭比，看你只能我愛你。個屁是太嘅問題，講出來冇乜嘅意義。莫講芭比只能係芭比，看你只能我愛你。芭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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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副玩來玩去，冇愛天天過去。芭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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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為小路創造起，空踢到加歡喜，不用的 carry， 不用的 carry 而已。我嘅真係是合你，因為嘅是有你。Bye bye Kenny， Bye bye Kenny baby， 我真係是合你，因為嘅是有你。Kenny Kenny， 就算大啥都愛你，因為嘅還只有你。芭比芭比，用慢嘅獎賞黑你，那個鬼氣緊張的。芭比芭比芭比，三副玩來玩去，冇愛天天過去。芭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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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為小路創造起，空得到加歡喜，不用的 carry， 不用的 carry而已。我嘅真係是合你，因為嘅是有你。Bye bye Kenny， Bye bye Kenny baby， 我嘅真係是合你。因為嘅是有你。拜拜各位，拜拜各位。有洗腦嗎？有洗腦啊，很洗腦的歌。舞曲就是要洗腦，就要本人要用聽挑啊，係嘛？真的剛好現在也流行復古嘛。真嘅，那你年紀也差不多唱。差不多，所以唱出有味道。你是從真古到復古的時代。我好想聽羅哥唱哦，我們一起唱，預備。Bye bye Kenny， Bye bye Kenny baby。
可以哈。我要做那种合音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听。我最近也要出一首歌，真的哦，比你这个还无趣。Oh my god！ 想听，想听。兄弟堂的时候可以偷唱吗？咖喱芭蕾哦，咖喱芭蕾。咖喱芭比，咖喱芭比，哎，我也有芭，都有芭。哦，你是芭比，我是芭蕾，芭蕾，我们2个是双芭。芭比瑞，你说歌曲动特别啦，因为发行时间我跟他讲的嘛，因为天阳来，度后了，我就决定帮你送上宣传，真的刚刚好，然后我就想拍个 MV。你知道女主角是谁吗？谁 ？Emily。那个啦，那个啊，你很爱的邢毅哦，邢毅，因为女主角临时有事哦，然后本来不找她了，没有，然后她就情意相挺，因为她因为做过戏，她真的很像芭比，因为 YT 搜寻对，就徐哲伟芭比，因为第一样片礼拜度就是平常我们都让芭比换衣服，我们反过来芭比帮肯尼换衣服，哎呦哦。对，就是在角色互换，然后觉得很棒。然后你应该找罗哥去演肯尼啊。真的，我觉得我怕罗哥太贵了，罗哥太贵了。没有罗哥打扮一下，我可以弄金发。你很适合哦。而且芭比要帮肯尼换衣服，罗哥一定他一定最爱的。我也可以帮他换衣服。可以，我如果再拍一个的话，我邀请罗哥，然后女主角请你好了。我不要。你不是芭比吗？我是芭比。你这是诈骗集团。芭比有很多种哎，你知道吗？有黑人芭比，有白人芭比，有黄人芭比，对，有公子的芭比，有车位没有丰腴芭比，有吗？有啦，丰腴怎么了？有啊，平产的啊，限量版的，因为没人买啊。啊，限量版的。那是歌曲动特别，10月的时间，就上个礼拜而已吧。其实，在前1个月我就收到内政部的邀约，他说，徐老师，我觉得那个芭比好好听，我们最近要做反诈骗短曲，因为那跟芭比有什么关系？因为他们想要用那个芭比洗脑的旋律，然后可以把它变成反诈骗，因为30秒而已嘛，大家流行短曲，我就写了一个芭比的反诈骗的华语版。可是呢，MV 版权太贵，芭比的版权，这个名字的版权太贵。所以不能用芭比这2个字，就是可以用。像我写歌是还好，因为我加创作，可是因为是国家的东西，他觉得很麻烦，因为这是内政部警政署，所以我后来呢就在来回沟通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我就写了一个，我就把芭比改成 Joy 是女生 ，Joy 话是翻成闽南语叫注意。注意谐音，对。然后诈骗有很多种嘛，诈骗譬如说有那个书信的啦，有感情的，就要注意。那你知道反诈骗的号码是多少吗？1966，165哦165，然后有很多966是那个长照中心啊，对不起。因为还有感情诈骗嘛，我就把 Michael Pen 变成 Michael Pen，Michael Pen 你 Michael Pen，然后我就。竟然内政部非常的喜欢，他们就做成了这个反诈骗短曲，然后找了安心雅，找了蔡昌宪啊，然后是你唱的歌，对我唱的，然后还有手势我们搞跳不啊？走来，我刚刚说165嘛，先1好1要注意哦哈，6是这样子。6对，哇，跨情处，看清楚，6分钟护一生，对，看清楚，还有什么呢？拜拜，不要诈骗，所以呢就是6是这个，6是这个，5很简单，我们用单手跳，音乐请下，来咯。注意，你爱注意。6，无名的网络简讯，千万不要点进去。再一次，注意，你爱注意。6，假投资假感情，大意的Michael Pen，你Michael Pen 啦 ，baby， 忘情人不要信，他只要钱不要你耶。这是30秒的手势，大家太敢是糖豆公东都，譬如说网红啦，也还讲艺人，他们在唱的时候都是串联，都是我的歌。好开心，我很开心，真的。谢谢内政部啦，这个对，你看这个10年磨一剑，他24年磨一剑，哇，真的，一出来你看，歌马上就被人家注意到。这个什么？听说现在人家都不出实体哦。
就是整那个 CD 啊，都上数位而已。唱片公司全部听懂你出来了。CD 嘛，该了。他竟然有人帮他订了500，就一口气先订500。我外面唔滴，可能是朋友呀嘛，他都没有说，我觉得很感谢。没有说。就很感谢，但还有另外500，至少压1000呢。对，我会压1000，还有另外500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哎，另外500，我这边会发一下。那你去找500啊？500啊！让我将旅行在下，哎，不能再唱了，有版权问题。好了，什么太嘎来？真的开心呐！对啊，经过24年的时间，27年呢，我天！讲真的，哎，27年。对一个歌手来讲，24年没有出片，那真的是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。过24年你会出专辑吗？罗哥说，如果我没有在这个行业的话，应该我就放弃了，我就会放弃。那因为像哲伟还一直待在这个行业，对，他只是就在周边那边，就是跟音乐相关的事情，都喜欢，对，他都坚持。就真嘅懂神蒙太假啦，本来懂到機會，啲主持當輩啊，亦係講啲音樂當輩，其實我唔知係認真啊。我看到懂人為了在行業，真懂到心靈啊，就是講我堅持那麼久了，為什麼不繼續堅持下去？我希望做一隻當好嘅榜樣。對啊，太假講有懂的事情，其實是值得等待。人很難講啊，對不對？你就想我也是50好幾了，對嗎？哎，你也想象不到我竟然在另外一個頻道一個平台可以讓人家關注到，這個很難講。對，其實我都很大方。有時候機會很難講，真的。真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但係我知道懂到啲音樂。不管係乜嘅語言嘅音樂，啲大邊嘅朋友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真的啦，打開耳朵，拜託，打開心，我真的打開手機彈一下，誠摯的拜託各位啦，真的要多多支持啊！謝謝你，這位老師，謝謝。員工嘅好朋友，好朋友創作嘅一個。給誕生出來一個小孩，沒錯。哦，第二度係藝術係同一凡合作嘅，咩冇咁樣嘅。個性很特別的個性，一凡哦，一凡哦，你都會照顧自己人呢，身邊。你下次換一凡來上鬧熱音樂會啊？有，他找你當來賓。他之前不是有來過？有啊，過了一拜啊。音樂會第一時間就會請佢啊，唱幾那一個歌啊，強到。老婆 Captain， 你就客氣了。好啦，希望做得強下這個來強下唱歌。哎，再帶了一條好嘛？我加講嘅，你上一堂，真的很好談哦。呢首歌曲變到真。是第二都係最美藝術，我這檔貼片，因為今年我就鼓起勇氣，隔了這麼多年參加演唱音樂大獎，因為我只係主持人，評審在這啊，因為我只係主持人，因為我就是這檔翻譯，因為沒有主持人又入圍作品，然後又唱，然後最後我還得了獎，然後我就知道，因為那個是我最低潮的時候，我覺得這個獎對我來講。有當沖台嘅意義，我就變咗全時段都嘅專門藝術，因為時裝台當貼片，細時節，譬如講阿婆有一種時裝台，即係咁嘅時間，我希望大家通喺全時啲寶妹最美嘅時節，去唱這咁嘅樣，即個彈一擺，做得真你自己嘅心嘅歌曲。那如果出來咩當貼片，因為呢首歌曲下幾年。爸爸過身，當貼片係我第一天養很多孤位嘛，當有名，我想講，後事辦完了，我很想要看這部電影，冇想到第杯男主角嘅身份啊、樣嘅啊，還有那個個性，非常像我爸爸，非常像。我記得那時候要下檔了嘛，然後我一個人坐在戲院看到最，因為剛好他在戲裡面也是過世，然後有靈堂，哇，我這個。已經有既視感，然後淑芳阿姨呢，在最後一幕，就是她要忘記那個感情，要把過去丟掉的時候，她坐在梳妝台，她就把鐵盒子拿開，拿來，然後打開，裡面都是她跟她老公過去的點點滴滴，她一輩子都在等這個人，但是沒有等到，然後她覺得她不想要再一意孤行的，就是執着這段感情，她就看完一遍以後蓋起來，她拿給她的孫女說 Take it show。
这一幕非常让我感动，然后我当天晚上我就写下这首《时钟台》。然后又得到原创。对，所以这首歌放在专辑里面有特别的意义。真的好听，很有感情的一首。请问讲故事呢？真的，我访问你，我们好轻松。是不是讲太多？不会，会想要听你唐人讲故事。因为我专辑的每一首歌曲都会爱自家的故事，希望大家一听呢好好来听，因为我的故事没很你的故事。对，没错。而且你的歌曲都是品质保证。谢谢这个。好 ，OK， 来，然后好好的弹一条《时钟台》来。头上都给贴下的老灰所的后排，一种种弯弯曲曲的心字，贴太里就会岔开，碧云有蒙蒙嘅江的酒店共在，嘅长春思念像情多变嘅海，无声一句。记得的爱，露水浸湿了台，木照映湿窗台，月光照的时钟台，你等嘅人寒芒出来，昙花瓣也张开，故事弹不出来。月光照的时钟台，你等给你，几时辗转来？催眠浪，回头长地，全为到爱。露水浸湿了台，木就掩饰窗台。月光照的时钟台，你等嘅人寒芒出来。昙花瓣也张开，故事弹不出来。月光照的时钟台，你等嘅人，你等嘅人，头上都嘅贴下的老灰云锁的后排。思念像情多变嘅海，无声一句。